哇，这有感笔烟真好看呐！不要再看电视了啦，我们出去买东西的。不早说，走吧。欢迎光临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啊，都可以的。啊，都可以是什么？你说要来的啊，你都不会先想好吗？在那边磨磨唧唧的。是你先说要去的奇怪，你才磨磨唧唧吧？你们在干嘛？完了，是爷爷。如果被爷爷发现我在吵架，我们就死定了。你在干嘛？一个脏话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仿佛看到了爷爷的觉醒模式。你死定了！王德发，快跑啊！